我哋係豬蛙聯盟，歡迎光臨。今日我哋去到克拉科夫西南60公里嘅小鎮奧斯威辛，由酒店出發大概1個鐘頭嘅車程就會到達。如今我哋世人睇落平平無奇嘅小鎮，藏有一個喺1979年已經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嘅景點奧斯威辛集中營。前往呢個景點係需要上網預約時間，兼且實名登記。入場前需要出示護照同埋實體票，另外亦需要進行安檢。入場後先喺呢度拎耳機，方便沿途聽導遊講解。接住落嚟，我哋要參觀嘅集中營係一個非常嚴肅嘅景點。各位觀眾收睇之前，希望可以做好心理建設。如果有小朋友嘅觀眾，希望家長可以陪同收睇。奧斯威辛集中營全稱奧斯威辛伯肯諾集中期滅絕營，係第2次世界大戰期間納粹德國建立面積最大嘅集中營同滅絕營，亦有死亡工廠之稱。喺呢度主要分3個營區，今日我哋會參觀1號營區同埋2號營區，而3號營區係不設開放。而家我哋就係身處喺第1營區。喺入口嘅位置上面有一句德國嘅口號，翻譯成為勞動者帶來自由嘅標語，當中個 B 字係顛倒雙陷，係當時一位被囚禁嘅鐵匠被分配做集中營入邊各種裝置工作，包括喺門口裝呢句邪惡嘅標語，所以佢當時刻意將個 B 字倒轉雙陷，以一種隱蔽嘅方式表示抗議。而呢位低調嘅抗議者並冇喺2戰入面遇難，逃離集中營之後一直生活到1980年先至逝世。雖然而家嘅集中營已經成為博物館開放俾大眾參觀，我哋亦只可以透過照片、文字資料、模型同埋遺物加以想象去拼湊出當時嘅畫面。只不過身處其中，呢度嘅氣場的而且確令到人哋有窒息嘅感覺。喺集中營，我哋主要喺一座大樓入面參觀，門口位置有一句至理名言：忘記歷史嘅人，歷史就會重演。唔知你哋又認唔認同呢？我哋而家身處嘅大樓會劃分多個唔同嘅區域俾遊客參觀。喺開首會先提及有咩國家同埋咩種族嘅人會被驅逐到去集中營。好似畫面所顯示，有至少130萬人被驅逐到奧斯威辛集中營。當中有110萬人死於集中營，而猶太人係佔90%。之後行2至3號區域都會用上照片加以文字說明嚟到展示。不過死亡之路呢一個區域，我哋去到第2營區可以實地再睇。去到第4個區域就係講解納粹德國使用嘅滅絕方法。呢幅相就係捕捉住當時猶太婦人被捉去毒氣室嘅情形，而旁邊有立體模型展示當時使用毒氣室同埋焚屍爐嘅情況。呢啲裝有殺蟲藥嘅罐係毒氣室所使用嘅殺人氣體。喺參觀第6區之前，我哋去咗一個嚴禁拍攝嘅區域，入面有一個由房門口去到尾咁大嘅櫥窗，展示咗近2萬噸頭髮。咁係因為所有被捉嘅人全部第一時間都會被剃光頭，然後用頭髮製作成保暖嘅物料俾前線嘅德軍使用。我哋喺大樓出返嚟室外，可以見到一座座叢林深鎖嘅集中營，四周圍電網密布，仲設有哨所看台，可以想象到當時被囚禁喺呢度嘅人想逃走基本上係冇可能。穿過電網區域，前方就係絞刑架，當時嘅德軍會利用佢進行公開處決，透過殺雞儆猴嘅方式懲罰企圖越獄或者反抗嘅囚犯。而奧斯威辛集中營嘅指揮官喺戰後被判處絞刑，行刑嘅地點正正就係呢一個絞刑架。喺1號營區最後要參觀嘅就係毒氣室同埋焚屍爐。喺呢個門口入去，我哋會先到達毒氣室。
當時嘅受害者喺落咗火車之後，一般會經歷過篩選，被判定為係冇勞動能力嘅人，好似老人家、細路或者孕婦，會即刻被帶去毒氣室處決。納粹德軍當時會訛稱帶佢哋去沖涼同埋除濕，強迫佢哋除晒所有衣物，進入偽裝成為浴室嘅毒氣室。當大門鎖上之後，納粹德軍就會喺天花板或者牆壁嘅特製孔入邊投入含有劇毒嘅火粒。呢啲火粒接觸到空氣之後，就會釋放氰化氫氣體，喺20分鐘之內令到室內所有嘅人窒息死亡。而呢度行入去嘅就係焚屍爐，一日大概會處理1萬具屍體。我哋參觀嘅時候喺呢度仲聞到不一樣嘅氣味。離開1號營大概坐10分鐘嘅車程就會到達2號營。2號營區係當時最主要嘅滅絕營，呢度最初係波蘭軍隊嘅軍營。納粹德國喺2戰期間睇中咗奧斯威辛係歐洲鐵路網嘅重要交匯點，可以利用密集嘅鐵路系統，將嚟自全歐洲佔領區嘅猶太人同埋其他囚犯，以低成本高效率嘅方式直接送往營區。再者，呢度嘅佔地面積達175公頃，加上地處偏遠沼澤地帶，有利於實施嚴密嘅地理隔離，防止囚犯逃脫。所以納粹德國就利用呢度空曠嘅土地，興建咗300座木牌房，仲設有行刑室同埋毒氣室，進一步進行大規模屠殺。而家畫面嘅地方就係當時即將被囚禁嘅人望到最後嘅風景。到底當時嘅納粹德國係點樣將歐洲各地嘅猶太人誘騙到去集中營嘅呢？原來納粹官員欺騙猶太人，聲稱因為戰爭嘅需要，必須將佢哋集體遷往東方進行重新定居。而為咗令到個大話更加逼真，納粹官員要求猶太人帶齊所有貴重嘅財物。呢個行徑唔單止令到受害者誤以為自己要去開始新嘅生活，亦都方便納粹德軍喺火車站直接沒收呢啲龐大嘅財富。而家我哋即將進入2號營區可以參觀嘅地方，第一個就係最近入口嘅木屋。呢一度係一個公眾廁所，被囚禁嘅人每日淨係可以喺清晨同埋傍晚嘅時候各用1次廁所。為咗隨時可以方便，好多被囚禁嘅人都會爭住做打掃廁所嘅工作。另一個參觀嘅地方就係以前嘅營房。呢一類嘅營房原本係納粹德軍設計用嚟當作馬廄使用嘅軍事建築，後來改裝成為3層嘅木板通鋪床位，完全係冇床墊。喺集中營運作高峰期，每一格嘅床鋪會瞓6至8個人。喺呢一座原本只能夠容納數十匹馬嘅空間，改裝成為被逼瞓入超過400至1000名嘅在囚人士。而喺冬天嘅時候，波蘭嘅氣溫可以去到零下20度，營房嘅牆壁極為簡陋，四圍通風，唯一用磚做嘅長形暖氣管形同虛設，好多囚犯只能夠依靠住彼此嘅體溫同埋粗糙嘅被嚟到御寒。參觀完咁沉重嘅景點，係時候食午飯啦。今日嘅午餐份量十足，先嚟呢個又脆又香口嘅菌批，可惜冇得 encore。再嚟就係味道偏酸嘅湯，唔太適合我嘅口味。主食上場啦，就係1人半隻雞啊！呢隻雞嘅雞肉好腍，但就好似煲湯雞咁，所有味道都煲晒出嚟，完全係零添加。食嘅時候要自己加返幾粒鹽啊！最後仲有咖啡茶同埋雪糕窩夫做甜品，呢一餐大滿足啊！食完飯我哋要坐4個半至5個鐘頭嘅長途車北上去首都華沙，中途會停1個休息站。到達華沙已經係夜晚7點鐘，係時候食晚飯。今餐亦都係食中餐，不過味道就唔及第一晚啦。食完晚飯就直接返酒店，今晚入住嘅酒店我哋會連續住2晚啦。事不宜遲，即時開箱房間先。
推開門第一眼就會見到掛牆電視機正對住兩張單人床，兩邊嘅床頭位置都有插蘇位，方便我哋瞓覺嘅時候叉電話。呢間房冇尋晚嘅咁大，一眼就睇晒。不過勝在電視機可以睇 YouTube， 返房可以煲下自己嘅片啊。至於房間嘅基本配置都齊備，好似夾萬、熱水煲、茶杯，仲有茶包、咖啡，當然唔少得迷你雪櫃啦。而大門嘅旁邊仲有掛衣同埋放行李嘅地方。睇埋個洗手間先 ，size 正正常常，星盤正對住座廁，而淋浴間亦都有洗髮水同埋沐浴露。多謝你睇到最後啊！如果中意我哋嘅製作，歡迎 subscribe 我哋。如果中意呢段片，就 comment、like 同 share 啦。拜拜。